动其实大家都说很难演，但是我们不怕，我们用心的去做。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用行动去解决。我希望能够真正的和这个时代的观众拥抱。4个月准备，60多天的排练。1月19日至20日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精心打造的大型原创越剧《我的大观园》在杭州蝴蝶剧场成功首演，这也是陈丽君首次挑战推升大戏的舞台。在这场大戏的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幕后故事？从新龙门客栈的爆火出圈，到我的大观园一票难求，陈丽君如何看待自己在这段艺术旅程中的蜕变与突破？从头到尾吧，整体都非常的经典，激动的抖的我都不行了，太美了，太好了。首演结束之后，你是返了3、4次的场，甚至还有真情流露，掉了小眼泪。为什么会在那瞬间有这样的情绪？其实我之前在排练的时候，我觉得首演结束，我自己想过肯定会哭得很一塌糊涂。但是其实昨天还好，怎么说呢？因为创作真的很不容易，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然后在那么多老师的帮助下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，然后我们的时间也很紧张，就是我一直都挺焦虑的，我很担心，就是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，然后没有达到我心里面的那种目标和要求。然后昨天演完吧，我觉得没有愧对老师们的付出，也没有愧对自己的努力吧，我觉得做得还不错。越剧《我的大观园》讲述了贾宝玉在社会与家庭磨砺下的成长故事。他以贾宝玉的视角观察和思考红楼世界，与当年掀起全网热潮的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一样，《我的大观园》也选择了舞台剧这一独特的表现形式。因为《新龙门客栈》的话，它是小剧场的演出，它其实更多的是沉浸式零距离的这么一个体验。那像我的大观园，它其实还是传统剧场的镜框式舞台的表演，但是我们在音乐、舞美、剧本、唱腔所有的创作上面都做了一些往前走的尝试。它是一个大戏，大概2个小时45分钟吧。现在这个剧呢，它不是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的，它是以贾宝玉的视角去把几个重要的时刻去呈现给观众，那他就对演员的考验非常的大，是很跳跃性的。就是大婚的时候，我们是直接一个转场扒掉衣服，直接变到哭灵的，就是他对于演员迅速的投入。进入状态的考验是很大很大。如果我没有迅速的进入，观众更加不可能进入了。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对我作为一个演员的能力考验非常的大。还有很多的，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舞台，就是以前的越剧舞台上没有出现过那么多的楼梯。我们之前也存疑嘛，就是能不能呈现好。然后到这2天，我们终于把心放下来了。我们也一直在排练的时候有克服它，然后再加上舞美、多媒体、灯光的加持，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剧是一部很美的剧。让传统越剧保留古典韵味，又不失现代的时尚动感，这是陈丽君和她的主创团队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。那么在这次的《我的大观园》这一部越剧当中呢，不是你第一次尝试去扮演宝玉这么一个角色，对，有哪些是我们能够看到的，有你的创作的影子在里面的吗？服装、唱腔、音乐、舞台。比方说那个哭灵吧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台词、唱词，它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它是一个317字句，就是317字句呢，就是有一什么一什么一什么，然后17个字的这么一段唱。但是后来我就跟编剧老师商量，我说，在这个舞台上，现在这个哭灵，我觉得他没有办法一下子打动观众，或者我也没办法很入情，因为他词写得很好，但是非常的雅致。我跟编剧老师就商量，我说能不能让这个词一下子就让观众体会到，就是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。我想要这个哭灵哭到
人的心坎子里，然后我们就一句一句的对。现在就是打磨出来这么一个效果。对。一部大戏成功的背后，是演员和主创团队的不断磨合和辛苦付出。正所谓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其实最早我采访你是在3年前，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但是现在我觉得你是粤剧舞台上一朵盛放的花。你第一次采访我的时候，其实我记得，我其实也是拒绝你的。我说我不擅长说话，我也不擅长访谈。我看到摄像机我紧张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。然后呢，反正是你们逼我的，逼我采访的。但是确实你那个时候也很好，你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你是引导我把我的语言表达出来。但是现在的我，可能我已经不再那么惧怕摄像机了，包括在我的表达我自己的能力上面各方面，我觉得我提升了很多吧？你觉得呢？非常多，对，非常多。我记得那次的时候，就聊着聊着，你还又掉眼泪了，对不对？那次掉眼泪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因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，有一句话你说走粤剧这条路，做粤剧演员这条路，这条路上是有孤单，虽然孤单，但不孤寂。但是对，因为你背后有很多可能需要一个人默默承受的时候，对于一个动作，对于一句唱腔，对于一句念白的钻研和打磨，这个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去慢慢磨出来的东西。对，铁杵磨成针，雕玉一样的，一点一点磨，这些苦，有的甚至真的是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哭了。对，我现在坚强了。以前可能很害怕，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很多事情，我觉得我的能力不足，我心很虚。现在的话，可能这2年的飞速成长，让我对自己就是不停地在吸收，像一块海绵一样。虽然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空白处需要我去填补，但是因为尝试了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了。因为只要你跨出脚步，你就是吸收的，你总能收获到，就是你不再害怕往前走吧。是，就是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不逼自己一把，怎么知道自己可以？对，我现在可能把自己逼得太猛了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今后对于自己也好，对于你所从事的粤剧事业有没有一个规划？因为我还是一个青年演员，我觉得我还需要很多的成长和锻炼。像这次的我的大观园就是我走的第一步，是我的第一个原创大戏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成长了太多了。那我希望我还能够有更多优秀的作品。其实演员是需要有好的作品，有好的机会。那我相信，就是市场也需要好的作品。如果只要有好的作品，我相信我们粤剧就会越来越好。是不是我一个人需要去努力的？就是我们所有的。就像今天我的大观园，虽然是我的大观园，贾宝玉的大观园，可能大家说是陈丽君的什么大男主戏啊等等，但它不是我一个人能演出来的。它是一颗菜的精神，它需要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主创老师，那么多同事，那么多乐队一起努力的。这是首演，但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结束的脚步，我们还会继续的打磨，让它更好，然后每一次更好的跟大家见面。